若这批疫苗等受药师检验好势，就会发放到全台湾200间的医疗院所，予医护人员开始来注。台大甲桃园病院嘛已经咧调查医护人员注意放射意愿，讲未来强迫。即摆的问题是，这个117000剂全部拢要作为第一剂，专家是担心讲，这个第二剂疫苗若无如期到货，到时阵牵着时间来补助，或者是掺染其他疫苗来注，这恐惊拢会影响到疫苗的效果。头一批117000剂1剂疫苗已经到货啊，这个落飞机就需送入低温的仓库，治疗所的人员需进入专庭的监控，核对配合清点数量估计检验好了后，会送到全台湾差不多200间医疗院所。目前台大甲通病院已经咧调查注射意愿。但目前我们回来的数目只有6成的同仁，还有4成我们在追踪。因为第一线的排在越前面嘛，他如果不愿意打，我们就往后面跳过去嘛。是讲指挥中心规划这批疫苗全部作为第一剂注伫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身上，因为苹果疫苗都要8礼拜内注第二剂，保护力才会完整。也就是后一批都要伫8礼拜内到台湾才会付，因为目前第二批疫苗什么时候会到货拢唔知影，时到若无报着要安怎？来不及可能要补打，那其实你还有别的办法啦，你可能可以补打别的疫苗。真的不行，在别的国家也做过哈，你就补打别的腺病毒载体或别的 RNA 疫苗或别的蛋白疫苗，也是可能也是可以的。虽然它没有临床试验的数据了。专家嘛分析讲，台湾的疫苗才换才开始做，一定影响到经济复苏。依照目前疫苗到货的进度，台湾恐惊到年底一般人才做会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做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你大概都要打了疫苗才会比较好进出国境。哦，那。这个政策会慢慢形成，而且会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专家嘛建议讲，疫苗到货了后，应该赶紧开放自费，予需要出国办公的人去做，才有法度让这个经济赶紧恢复正常。